我们借这个机会跟各位莲友们报告，过去印度的波斯匿王有个女儿，她的名字叫善光公主。因为她长得端庄又聪明伶俐，所以在皇宫当中大家都非常的敬爱她。有一天，波斯匿王就问公主了：今天你能得到宫中大众对你的敬爱，是靠我的力量，还是你自己的因缘呢？善光公主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：这是我自己的业力所感召来的，而不是因为父王你的力量啊。波斯匿王听到这个回答很不高兴，连续再问了几次，想不到公主多次给予同样的回答。波斯匿王一气之下，就把善光公主随便下嫁给一个年轻的乞丐，并且告诉他说：现在你试试看你自己的业力吧。话说啊，善光公主嫁给了这位乞丐之后，并不灰心啊。有一天，她问丈夫说：你的父母呢？丈夫回答：我父亲曾经是舍卫城最有钱最有名望的人，无奈一场无名的大火夺走了我的双亲，并烧毁了一切的家当，以前的亲朋好友都远离我而去了，我只好流浪在街头去行乞啊。善光公主就跟丈夫回到她父亲从前住过的旧宅院，没有想到在地下却挖掘到大批的宝藏。夫妻两人将宝藏变卖之后，便成为大户人家。过没有多久呢，他们将旧宅院重建成内部有许多亭台楼阁的庄严大宅院。这个消息被密探得知啊，回报给波斯匿王。波斯匿王感到很讶异啊，于是他就去请教佛陀。佛陀告诉他说，在过去迦叶佛那个年代啊，有一位妇女想用素斋来供养迦叶佛，却遭到丈夫加以阻止啊。那位妇女恳求说：我已经发愿了，请你不要阻碍我的发心啊。她丈夫看到妻子意志这么坚定，只好勉强的答应了。那位妇女因此得以顺利供养迦叶佛。当时的妇人就是现在的善光公主啊。善光公主的丈夫因为过去是曾经阻挠他太太的善念，所以许多事常受到贫困之苦。然而因为他后来还是答应太太布施供养圣者，所以今世他才会因为太太而富贵啊。各位，你看这个因果有多厉害啊！因果丝毫不爽啊！所以俗话说：大富由命，小富由俭。人人都希望拥有富贵的人生，羡慕有福报的人，但是你不知道，富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大富贵乃是由我们过去世和今世当中广大布施的心、虔诚恭敬三宝、孝养父母等等感召而来的。唯有透过慷慨的施舍、谦卑和恭敬心来广种富贵的因，才能享受富贵的果啊！有一部经叫做《梵王经》啊，里面提到8种福田，指得我们好好去生根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在偏僻的地方挖一个水井，让人民百姓有水可以解渴，这是福田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修造桥梁，帮助来往的人大家平安吉祥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，我们要铺路，让它平平坦坦的，狭窄的地方把它拓宽，让大家安全有保障，这是第三种功德。第四种，要孝养父母，因为父母有教养的恩德，有抚养你的恩德，爱念非常的深切，所以我们要尽力的奉养。第五个，要恭敬三宝，恭敬佛法僧三宝，有很大的福田。第六种是能够送汤药给病人呐，在他需要的时候，他身体重苦煎熬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就送一些汤药给这些病人，这是很大的福田。第七个，能够救济贫穷，贫穷的人所需要的非常欠缺，我们能够给予安慰鼓励，给予帮助，这个有很大的福田。
第8个，我们要设立无遮超度大会。普渡大会使一切沉沦的灵魂能够靠着三宝的慈悲救度力量，大家脱离痛苦黑暗的地方，而超生善道。这个是第8福田。梵王经里面讲得很详细。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，提供给各地的莲友。人生在世啊，时间很短暂，生命非常无常，我们一分一秒都不要错过。佛一再告诉我们，大地众生都是我们的六亲眷属，只要缘成熟的时候，我们要当及时行善，好好的为众生付出关怀，为众生解决困境，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本分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